继续来看国民党这届的选举大惨败，国民党下出着改革的第一步，将要来成立改革委员会，由国民党执政的15位县市长，甲这个县市议长、立委、青年、学者甲专家共同来组成。另外，国民党的代理主席林英德讲，这个中常会嘛爱大改革，希望超过60回中常委都爱退出这个中常会，也毋过马上就引发着现任中常委的反弹，讲这个关键根本毋是伫个年龄。国民党败选了头一场的中常会，青年滚入外口要求清党。改革的声音发甲真大声，党有听到啊！代理主席林英德接任较无一礼拜，首先呢，解释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中常会。林英德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讲，准备伫这礼拜3中常会要求60岁以上的中常委全面退出，和少年人进入中常会。民选的县市长、民意代表爱占中常委8成到9成的名额。透过协调的方式，能够希望这些比较年纪相对比较资深的，而且没有民意基础的，能够下一次真的要选的时候，不要再参与相关的选举。9合1选举完毕，我们邀请15个县市长到中常会列席，几乎都没有来。不过未曾开始改革，就出现无共款的声音。中常委唔是无民意基础，关键嘛唔是年岁。本党最大的危机感就是领导人的问题，是主席的问题，因为主席是决定一切，老干薪资很重要，但都要一个一个体系上来。国民党要好，一定要改革，不过要安怎改，改甲互人心服口服，这是一门大学问。